很唔一样，做新闻工作有10多年嘞。其实时下嘅我感觉戏剧、音乐、舞蹈，那是真奇妙嘅。我认识的许多剧场人，没想我用穷下来认识一人，穷下一了解剧场嘅世界有一项人呢。人讲艺术时代进化心理，当然唔单唱安尼嘅功能哦。今日剧场还是在用啊提教学、社区特别博物馆当中。今日第一站来到台南大学，我来拜访佢嘅先生，了解应用戏剧主要用啊提内，韩国应用嚟教呢。我今日来到台南市嘅台南大學，現年在係台南師範大學。咪就是專門培養全國各地嘅教書先生嘅重要素材。也當中戲劇創作同應用方面韓國特別，主要係愛推動戲劇工業教育，沒有同戲劇工業社區。我想安嚟做，是係有一啲重要嘅人物，如係林梅君。林梅君。喺台南大學教書教嘅20多年，本單係幼教內嘅教書。民國92年，認證9年一貫愛培育表演藝術嘅先生，高中派伊去規劃準備成立戲劇研究所，下後成立戲劇創作同應用學內，也下係戲劇創作同應用學內嘅專業教書，讓藝術學院嘅院長。今日我去拜訪梅君教授，我嚟看下伊上來有哪道同人無相同嘅教學方式，伊又係用嚟同戲劇工業高強度方式。请进。嗨，美君老师，我是易柔，是初次见面。对，欢迎，来，谢谢。老师，我从门口看到台南大学已经超过100年历史。对呀，而且我听说你在学校其实也还蛮多年哦。对呀，快要瘦，因为你看起来很年轻。老师，这个历史悠久的台南大学，其实它有好几个阶段，对不对？对，你有参与到一些吗？有。我们是从早期的师专时代，然后转型成师范学院，也就是说2专的这个训练，然后进入到4年的大学的训练，训练了我们的小学、幼稚园的老师。因为老师过去大部分都是，比如说从我们学校的音乐系、音乐教育系毕业，或者是美术教育，但是他们可能缺乏表演艺术教育，因为你会演。和你要怎么样去引导幼儿或者是小学生去体验那个戏剧如人生的那种部分，你是需要有一个方法和策略的。我有打听到，老师除了上课教戏剧教育以外，你还有很特别的道具是吗？是，叫做戏剧百宝箱。哦，百宝箱，感觉里面就是很丰富的东西了。你看这个箱子，里面有很多的宝藏哦。哦，这个就是。对，我今天下午呢就要上这个课。哦，对，那你干脆一起来我的课里面，好啊，一起来体验。好，去上课。好。OK， 老师今天帮你们带了一个新同学来。今日來上課嘅很多同學，都係對各地來嘅各種社會先生。一旦未來學，按用嚟教，上課能為個生活、個氣。安尼新年呢，唔單唱學起來會個輕鬆，咪會個很去想，個很去用腦筋。傳統的上課模式有什麼樣的特色？學生的座位固定，還有呢我們說排坐，是不是？還有呢？學生是知識的接受者，說得真好。為什麼他接受誰的知識啊？老師的。我們今天呢就要用呢一個呢大家很熟悉的霧社事件來呢作為一個例子，我們怎麼樣能夠用戲劇的方式，然後來進行呢我們呢不一樣的上課的方法。同傳統嘅上課方式冇共樣，梅君先生嘅教學方式加一起以新式嘅。
虽然年菜都是好过乌沙时间，不过唔得用做戏的方式来搞的宝宝熊教学，运用嚟来讲也个历史事件呢。想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想，我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好，你们说3、2、1，我就把箱子打开。3、2、1，哇！好，哇，里面好多的装备，对不对？哈，好，老师现在随便的拿一样东西，拿这个最大的这个，你们要不要猜猜看？这是他们日常生活要用的。哎，刚刚有人说拿来打小孩的，还有人说是刀子，拿来砍人的，切菜的，日常生活用的，洗衣服的。再来一个，找一个比较难的，因为你们都是呢高级研究生，所以要拿一个比较难的。哎，好，那这个是什么？锁。来，有没有人要来摸一下？哦，有可能是手铐，是不是？是火车司机交接要用。哎，火车司机交接要用的，是不是？哦，他们的大锁链、钥匙圈，对，有可能是挂在这里用的。是限制某个人的行动吗？还是限制什么样的开关吗？这是什么？山猪。哎呦，对哈，有可能哈，把那个山猪把它铐起来，然后可以烤山猪嘞，是不是？ OK， 对啊，原住民好像他们也蛮喜欢吃山猪肉的，这个可能比较容易辨识。来，我请一个同学出来好了啦，来，易容来，你描述一下，你描述给大家听，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你应该先说它是什么做的，什么样的材料？这个好像是木头，木头，还有来，这里有圈了好几圈的那个线，好几圈的线，然后来上面插了6支，很像小钉子的东西。 哦，好像小钉子尖尖的东西哈，那你觉得这个应该拿来干嘛的？凶器哦。八宝兄弟都有几多睇历史课本读后难会看到的东西，人才将睇课本后看到一的东西上到乜嘅用诶，不过唔好希望伊能弄会安尼设计。 大帮希强宝宝上，我以从由韩国设计来思考人才人嘅大智慧。如果在学校里面的教育，它应该是让学生能够从做中学，学中做。意思就是说，你要从实际的经验当中，去把你的知识应用在实际的真实的问题当中。然后，当你能够学习怎么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将来你离开了学校，你才有办法去面对你真正的人生。因为戏剧就是一个同理人类的处境的一个假设的一个情境。对，像这样的情境就可以把它重新搬在你的教室当中。所以我们重新的创造了一个类似未来你可能面对的处境，然后把这样一个人类的处境让孩子进入到这个戏剧当中，所以他能够去体验，然后去反思。 然后去面对，这些类似的这个处境的一个方式。然后当然我们是透过一些扮演啦、默剧啦，或者是一些口语沟通的形式，然后呢去达到呢他思考然后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他的真实名字哦，你看我们馆长对我说好，叫排针，这是赛德克族人他们的纹面用具。那用这个东西把皮肤给打破之后，炭粉就可以吸进去皮肤里面，就可以形成纹面。好，那什么人可以纹面呢？ 厉害的人，厉害的人，没错。男生厉害的人要能够做什么？打猎，没错。通过了考验，他通过了那个成年礼的考验，好，男性就可以纹面。那女性呢？织布。他会织布，也是通过考验之后，他就可以纹面。老师再补充一下，通常男生的纹面会是纹在这个额头和下巴但女生的话就是呢要纹在两边。 有没有？所以你会看到像赛德克族的话呢，女生大部分都是两边，有没有？整个都是蓝色、青蓝色的男生的话就是这样，这是上下所以这就是纹面。好，这个东西刚才我其实有偷听到，我听到牛鼻环，真的是牛鼻环，这么大，我没有办法示范啊，我的鼻子不够大牛鼻环。好，那这个呢，象征是日本人。 他们带进来，就是呢教导赛德克族人怎么用牛来耕作，
为什么要用牛鼻环？这个环拿来干嘛？扣住我的鼻子的，不是我牛的鼻子，是不是？然后可以拉东西，连接绳子。对，可以连接绳子，然后可以操作方向啊，所以它需要有个东西扣在它的身上，然后这个就是牛鼻环啊。OK， 非常大，你可以想象一只牛有多大啊？是不是？哦，所以当然要需要强有力的。OK， 研造研学，研学研造。安尼教學如果韓國生活又有變化，也咪係每個先生想要做到嘅目標。韓國除係一般嘅北部上教學以外，還特別今日互通式戲劇，也下講下嚟體驗。各位主人，很抱歉這麼晚還把大家召集在這個集會場所。我相信大家知道，我今天去日本的警察局開會了。為了讓大家的意見，別人也可以聽得見。等一下，以前你說要去拍你的肩膀，麻煩你告訴大家你叫什麼名字。都是瓦里斯，來。我是那個東西瓦里斯啊。之前那個日本人有招待我們去他們本國去看那個很多東西。哦，我看到那個街道好大、好直、好乾淨呢。我覺得都可以啊。都可以哦。纹面不纹面，像我這個有蟹足腫，這紋下去整個臉都腫了。是啊。那個狩獵，我說真的，每次我老公出去，我都擔心得要死呢。屯戲劇今日教學地度，除係學生嘅會開始去思考，一定未輕輕鬆鬆都了解到歷史。也下都會轉到日本時代來體驗水地劇村人的生活了喲。牛就是這樣拉給我看好。哎呦！天啊！什麼鳥陷阱？你以為真的被抓住了嗎？Yes， 晚上加菜。喺課堂上，打幫做各種簡單的角色，同用短短的簡簡單單、隨來隨到的對話，安尼挨以場比看課文有韓國詞的印象。韓國同傳統的課程來比，一種學習的過程，雖然呢韓國會發揮以自家的想象力。小朋友他們在那個實際的這個教室當中，我發覺呢，這個出乎意想的是，其實很快樂的一個 feedback， 就是說，我們本來以為，台灣的孩子，他們平常習慣就是排坐，所以當他變成是這樣一個開放的空間，然後來跟我們做這樣的活動，比如說拿到牛鼻環，拿到什麼，他們可能會沒有想法，然後不知道要幹嘛，但是結果出人意料的是，其實孩子有很多的不一樣的想法，我覺得那個是讓人覺得，超出我的期許，然後覺得。在這個一年當中的這樣的努力的過程當中是沒有白費的。用戲劇來教學，本學生嘅看，本學生嘅參加，一種上課嘅方式同台灣南北嘅教學制度有幾大嘅冇相同，未會開發出新人嘅幾多想就想唔到嘅可能。加戲劇還做得用睇哪道素材呢？是不是考慮到台灣去開墾，這樣日子好過一點啊？可是要適應一個新的環境很不容易，我怕我們到那裡就會很不習慣。有沒驚啦，有我在耶。難道你希望我們的孩子跟我們一起吃這種苦嗎？屯戲劇今日到博物館導航。改變過去博物館將看得名唔得的展示方式，如果韓國刺通，韓國多年接觸到，除係為大本人聽落，還有嗰個嘅教育價值。台南大學嘅許瑞芳先生
改善网屯戏剧用在国内的博物馆当中。戏水坊，探讲中文的春游过后，去到北艺大戏剧所，是做过台南民剧团的团长、艺术总监陶杨一道。2014年，同台南大学的学生会成立阿伯乐戏工厂，是南台湾现代剧场发展的重要人物。现在呢，我们刚刚的故事，我们要把它分成4个段落哈。你要从这一个故事里面找出4个你觉得很生动的，把它想象成一个漫画4格。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讨论你们要用哪一个段落，然后要排演啊。好，现在请开始。那第一章就是捕捉梅花鹿，然后梅花鹿很少只。所以我们是要倒下吗？就是然后你们3个就要把他们扛走那种感觉。所以，那我知道，那而且也要这样，是不是？我知道，要先蹲着，这样子。我知道，我就这样。那你当好，你当郭怀一，然后你要有一个比较有那种有没有王的感觉？然后我就啊。现在我们就是请同学呢，把刚刚我们所念的那个故事呢，分组用连环漫画的这个概念去表现这个故事。因为我们一般小孩子不见得马上就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可是他们觉得可以用身体生动的表达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个起承转合。那透过这个故事呢，他们也可以练习这个身体的展开，还有构图应该怎么样形成。那通常这种镜像的东西，其实对庶民来讲是非常好，因为平常大家都没有经验，可是他的身体可以做那么多的呈现，他们也觉得啊，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么多的身体的肢体的表达。我觉得对很多的人初步接触戏剧，他们都觉得很兴奋，也很有信心。好，那我们请第一组准备上台。注意，好，第一个画面。利用简单的模听筒、模仿语言画面也系图来从故事表现出来，正经过去。唔但将我以上按用嚟来表现画面，还可以从故事完整展现出来。我开始来成果发表哟，大家试团看啦，也能做一些马嘅故事。非常棒哦，层次很好。好，现在要请同学加上对话，把你们刚刚做的画面4格呢，你们觉得这个画面里面有什么紧要关头的对话？可能是1句话，或是你是2个人对话，或是3句话，尽量不超过3句，加上重要的对白，1到3句，可以吗？好，那现在请开始，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重新排演啊。我觉得透过戏剧里面，其实我们在谈历史，我们会放在人物关系那怎么样构成我们现在的历史那我是觉得我们就会给他的一个角色，比如说从夫妻因为这个是大家比较能够经验的夫妻怎么样来看这个历史，他们跟汉人的关系，跟荷兰人的关系，所以我想是因为他们生命里面遭遇到不同的事情比如说狩猎，觉得那个鹿群越来越少了，那觉得好像是汉人逼他们去捕杀，可是这个背后原因又是可能是荷兰人税务的关系等等，所以他历史上面都是有牵扯。那因为你要讲历史就很复杂，可是如果我们把它焦点放在这一对夫妻那我们会从他们这个从人性的观点去思想它，就很不一样了。好的。梅花鹿怎么少那么多呢？1、2、3，打倒汉人，打倒郭怀英，交戏剧场其实，在90年代，它其实是很需要一个单位的一个支柱，因为刚刚提到，他演员都是去到学校只有30个，而且他是特别以教育为目标，所以其实他是完全没有商业的考量性，所以通常譬如说，一定是需要一个公部门或者特别的基金会来发展、来支持那在台湾，比如说现在我们戏剧系跟博物馆这边，我们利用交戏剧场做了1895开城门。那我觉得这个跟特别的机构来发展，可以把这个戏剧跟比如历史议题做很亲密的结合，同时透过这样子的戏剧形式，让参与者可以
去认识所有的历史的不同的面向，或是人在历史的特别处境，其实他面对了什么样的生命的议题哦。所以我觉得教习剧场放在一个特别的领域，其实常可以很深入的讨论。大家今仔小兴去参加这个义勇军啦，你是尽量避免买个甘伊接上呢，免得到时阵日本人来入城来吼，电到给咱惹上麻烦。现在呢，我要请你们一起来参加这个由生意人、读书人，还有地方上有势力的人所组成的师生会议。今摆大家拢足关心咱这城内的安全，对不？为了表示敬老尊贤，请这中央话来表示一点仔意见。我的看法是吼，应该较早互日本仔入来城内，安尼地方才会安定落来。表示一点仔意见，你感觉咱是不是爱互日本人进城来维持安定啊？无爱哦，是安怎？你有哪惊伊抢你的物件哦？你反对哦，是安怎？你是惊因无要遵守咱的约束就对啦。1895开城门，係講1895年日本軍來到台灣過後，台灣人要面對嘅複雜心情。韓國要看戲嘅觀眾咪變做演員，安尼搭上人如係強下來做戲嘅人。戲劇標題無強用嘅素材，如果有無強用嘅表現，加係標題博物館又要用嚟來展現呢？今天我们将带领各位透过3段不同式互动式导览剧场，带领大家体验一下以台湾这块土地为舞台，这块土地上面的人为主角的台湾历史故事。我是导览员千信，我是导览员易怡。那么想先请问千信，你知道台湾为什么有 Formosa 这个名字吗？这还不简单，这是因为在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人的商船经过台湾，人们不禁大声的赞叹 ：“Viva Formosa！” 这大地有些潮湿，晒得不够，我可要往上报啊！这些稻谷已经晒了很多天了，应该没有问题呀。是这样吗？我听说你家有窝藏口独特啊！没有，绝对没有。现在啊，我们就要把时间拉回到300多年前，看看当时东南沿海的百姓对台湾是什么样的想象。哎，兄弟啊，我刚刚听到街上很多人在说，说那个统治台湾的郑和爽已经投降朝廷了。之前啊，我就听说这个郑氏王朝把台湾的生意都做到海外去了。我是想说啦，我们在这边生活这么辛苦，好不容易种出来的作物也卖不了几个钱，我们是不考虑到台湾去开垦，让日子好过一点啊？难道你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起吃这种苦吗？当时，日本政府的确对文化协会采取较宽松的政策对待，文化协会也才有较多的空间。但是，日本警察仍然会在现场把关，只要发现演讲内容不恰当，就会给予警告，有的时候还会强加取缔。咱台湾人爱有咱家己的声音，咱根本就免惊遐日本人，搁有遐帮助日本来的台湾人，因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卡小啦。演讲内容太超过了，命令你马上给我解散。还有你也是，赶快给我解散。台湾人为了我们的权利发声，有错吗？你还讲？假设各位，你们是日本时代的台湾人，你们会愿意加入文化协会吗？等一下，我们会在这里放上白纸，还有印泥。如果你愿意加入文化协会的，请来前面盖上你的手印之后，回到你的位置上面去。我此前唔是參加過做地本觀眾加入到戲劇內容嘅博物館導覽，感覺非常新鮮怪奇。像安尼嘅表現方式，每本人體驗到能把常用堂嘅導覽變做從人自家實際經驗過用嘅。那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唐山过台湾，啊，这个要移民不是说走就走，中间很多的考量啊，
我们会害怕，因为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究竟会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妻子就拉着这个先生啊，有很危险呢。我听说有这个危险那个危险啊，可是先生会考量说，可是我们生命不能就耗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冒险去想一个未来，即便那个未来是未知的啊。所以这边也是我们人性我们常常在想到我们的未来有很多的冒险，要不要进行？也都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都在生命的时刻，常常也都在做不同的选择。今天屯亚群高中生看下鬼日的哈，我刚刚是说跟你们在一起一整天，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年轻，然后这一整个课程下来，其实我们玩了非常多的游戏。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用演戏的方式去认识台湾的历史，用就是4个不同的场景，就是4个定咖，对不对？那你也。是看到一段历史的叙述，然后去用自己的想象把它演出来。我觉得是整个剧场的导览，因为剧场的导览把我们带出课本，然后我们会更亲身的去看到那时候的居民，还有那时候要来的，然后比历史课本来的有趣更多。你们之前都有读过这一段历史，对不对？差别很大吗？对，其实就是课本上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就是文字叙述，但是没有办法了解，感觉好像历史就是用背的这样子。我原本是想要来体验一下剧场的一些规则，可是到这边发现，其实历史跟剧场一起结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比单独历史课本那样制式的东西还要有趣很多。对，然后我就是原本以为戏剧营就是单纯只有戏，没想到就是老师就是运用演戏还有导览的方式来教我们更多历史的课程。所以对这个博物馆的，你们以前进来过吗？有。那差别是否很大？就是有了这次的导览，以前就像是走马看花吧，透过今天这种戏剧的方式，然后让我们可以更了解或者是知道那种当下的情境。無論係大輪觀眾睇博物館導航、現行現看現唐人技術的劇場，也係本觀眾實際參加演出的教習劇場，如係一種突破，用無相同的觀點來看各項事情，咪係應用戲劇所想要帶俾大家嘅目的。今天我们要演出的剧目《彩虹橋》是一出关于日治时期泰雅族原住民的故事。下午在演出中会用到几句常用的泰雅语：爸爸、亚爸、亚爸；妈妈、亚亚、亚亚；哥哥姐姐、比斯亚、比斯亚。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为了要欢迎大家呢，所以我现在要来教大家唱傣雅的迎宾歌。罗嘎达过啦啦哩，罗嘎达啦啦哩。那一天，孩子们搭着火车，开开心心的出发喽！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法度他为什么会出手打人？因为他们说他们杀害了何燕。因为他们说他们杀害，他们说他们很野蛮。亚爸跟神圣说的话都很有道理，我不知道该听谁的，你们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吗？看上面。你说我要听亚爸的话去文面吗？为什么？因为我也是个傣雅，所以我就应该要去文面。说得很对，可是我现在如果去文面的话，会害我的家人被抓去关，而且还会被打。你觉得这样子也没关系吗？
其实我们觉得戏剧在跟博物馆结合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像博物馆其实有很多的导览员，那其实他们平常导览的时候就有一些戏剧的成分进来。可是我们真的引进的就是比较专业的戏剧进来之后，可以让这些参观的人或者学生可以更容易理解那个历史的情境这样子。你们怎么去挑要做哪些段的历史？因为我们馆里本来就是，我们本来就有历史相关的研究人员，对，然后其实我们会跟戏剧相关的人一起讨论，说到底哪一些历史我们可以适合，就是把它挑出来变成一个小的剧场来演出。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有馆员跟戏剧专业的人一起合作去发展这样的剧本，对，然后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有张力或者是大家可能台湾人不是那么清楚的一些桥段去特别做演出。如果我们在透过戏剧，我们可以因为去同理每一个人的立场那我们去理解每一个人的想法。那一句我们人试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包容度会更多？我们会温柔一点，然后也去可以聆听每一个人的处境。喺劇場內大部做無共用嘅角色，大家會學曉愛韓國優良，愛韓國會推理上。也咪係做成生啥去達標嘅方向。除係歷史事件，一定咪會探討社會議題，比如從新住民同台灣之間嘅文化政策所產生出來嘅問題也都，為大家去思考新住民讀到按到乜嘅সং寫，又有一件事呢？小姐，不好意思，我看不懂中文，可以幫忙一下嗎？過去那裡就好了。我跟你說，我不懂中文，我不是台灣，可以拜託你幫忙一下嗎？那邊有一個綠色的盒子，我那邊好了。好吧，算了。我跟小孩子說，他們要回家的時候，跟我沒有理我，我真的好難過耶，我自己小孩不理我耶。因為怕小孩子變歧視了，我不會去小孩子的學校了。我要跟小孩子說，你要好好讀國語跟老師，不要想媽媽講國語像一個怪獸。你要一定努力比別人好，為什麼呢？你一定努力讓我更好，你們一定跟別人更好。這樣的話，沒有人看不起你們啊！希望社會們不要看不起我們的新住民。我希望台灣人可以平等看待我們。利用戲劇來講議題，也咪係應用戲劇嘅其中一個主要嘅目的。我也係能啲原來戲劇用嘅錯嘅層面案法，唔但將做得大幫戲劇來傳達同溝通，咪做得提升起民眾嘅生活度向，來強強大家嘅心，還個保護地方文化。如果要做环境剧场的话，这一块土地啊，这一块片啊，就可以作为那个。經過頭前兩個先生嘅指導，如韓國上海地戲劇還做得用睇那道素材，戲劇唔單止做得用睇搞好，博物館等下愛去拜訪嘅萬勇先生，而韓團戲劇表演沙期度紅。王萬勇做戲劇工作作為20年。也係台南大學戲劇創作同應用學內專任教授兼國際事務處國際長，以創作同研究嘅方向，主要如係探討台灣嘅社會生活同歷史發展，還有對文化同人心嘅影響也都。你們看哈，這邊這個榕樹呢，就是非常的古老哈，就是在眷村的
这个以前的生活里面呢，他们的屋里都很热，所以他们会把这些板凳啊、长板凳啊、矮板凳啊拿出来，吃完饭以后就在树下聊天。那这样子坐在这边听这个故事，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好，那如果北北来的多的话，我们可以在后面加我们的那个剧场的那个塑胶的椅子，好像台湾板凳的那种椅子，在这边，然后让他们回味他们小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在这边讲故事的场景。这个就是知名的新中街，就是雷虎小组他们住的地方，也叫做雷虎巷。好，那么所以我们到了这边来，感觉就好像可以听得见呢，那个屋里面呢有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声音，还有一些恋爱的故事。好，恋爱的故事呢，感觉上呢，好像就会在这边发生。好，比方说有一个男孩在这边丢一个石头，好，然后有一个女孩就从那个门走出来的那种感觉。好，所以我想象呢，观众呢可以错置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的戏可以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发生。范永先生除係睇課堂康教學生嘅。以每位帶領學生嘅實際去做田野調查。今日萬勇先生帶領學生嘅來到一座社區，看到水溝沙。水溝沙田登建村西洲一道，佢經過建做一座文創園區。不過人才係睇水溝沙嘅人，行喺頂上會來到水溝沙起飛，又特別有意義嘅歷史記憶。范永先生行到社區嘅打造素材，和同社區一定那位風景，同一定講童年的故事，用戲劇嘅方式來表現。小時候這邊眷村有美國人進駐，然後那邊還有一個美軍俱樂部。那你們有跟美國人就是有打過交道的經驗嗎？有沒有什麼有趣？沒有，長輩，因為他們裡面有人在那邊等於過了或者怎麼樣哈，不是很高幹，很那個職業，他們會拿一些那個胖食啊，他應該記得，就像我們胖食，就是像我們那個現在嫩馬滷啦，就是嫩螃蟹，哎，還有那個絲襪，那個我們都沒有的。我記得我爸出國那個時候有帶絲襪，那給一雙就已經很那個，所以他們都會拿這些胖食啊，還有那些出來，因為美軍就像我們有那個福利站似的，類似我們以前空軍福利站，所以他們拿出來賣，我們就是有時候會送，然後賣。講良心話，就是貼補自己家用了。所以每個人都那有一罐那個胖食，那就已經很美了。我們鄰居。他在美軍裡面當幫傭，所以他每次回來的時候，美國太太就會給他一些，譬如說香皂，我們那時候沒有看過香皂，哦，很香，所以大家都會圍着，這個是我們小時候的經驗。但他只要他一回來，大家一窩蜂的都會圍着他，他就會講說在美國人家吃什麼巧克力糖，他就會拿出幾個糖給我們一人一顆，已經很對。然後拿出一個絲巾哈，紗巾，我這一條紗巾我給你，這一條什麼東西我給你，哎呦，都當。我覺得現在做的是比可能是以後不會做的事情，所以現在學習到當然是好，因為以後可能大家都想說，那我要做一個演名劇、演莎士比亞，或者是演一些比較現代劇的東西，但反正這一塊你就剩下只能在學校做了，所以這個是在學校裡面可以做的事情，有老師帶着你做，因為我們出去可能也都是還是初學者，但老師帶着大家一起做，就會覺得說，那我們怎麼樣跟長輩溝通啊，或者是怎麼樣採取他們的故事做田野調查，這些都是外面沒有人可以教的。其實我一開始會來這個戲上，是因為我以為它跟別的戲劇系一樣，都是以表導演啊，然後編為主。可是我後來進來之後發現說，它真的是以就是應用戲劇，就是比如說在教育，然後社區劇場，然後兒童就是教育戲劇那些東西為主的。對。那我後來在參與這些的過程，我就慢慢的發現，就是其實因為劇場它是人的劇場，它是以人為主的。那我很喜歡就是這些，比如說今天跟爺爺奶奶他們一起工作，那一起就是我們這樣對談之後，我會覺得說，這些爺爺奶奶他們見證的是一個時代。這等於說，我們坐在那裡就是看着一個時代發生的證明。那我覺得這個非常的感動。我剛才在旁邊其實聽了非常的感動，對，我很投入在那個年代感裡面。那看着爺爺奶奶他們都是這樣一路走過來的，我自己家裡的長輩也大概都是他們那個年代。
代，对，所以我可以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奶奶也曾经跟我讲过，就是很多关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有趣小故事。今年时代爱马嘅有马嘅改丰容，鬼难想象喺2000年代连一块饭间都抢人的保养嘅，唐登也到蔡天人5支5支嘅功能老头摆，都亲像初上时光机回到年菜嘅水饺沙用嘅。老师首先就会想要问，为什么你会走到社区剧场这一块？其实我在西方剧场呢学习10年，在国外也10年。那我想说，我们台湾剧场呢，不能一直在改编西方的剧本，我们一定要创作本地的故事，然后关心自己的土地上面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在英国做博士研究的时候，我就做了老人剧场的研究。好，那么做台湾的欢喜伴戏团跟英国的岁月流转中心的比较，那么这些都是生活经验很丰富，经过2次大战的老人的亲身的故事改编成戏剧，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做了这样的研究以后，我更回不到小剧场的时光，就是只看自己的生活，然后只关注自己。所以我希望能够把社区剧场在台湾呢，带着我的学生真的去社区做田野调查，然后了解他们的故事，访谈这些社区的居民他们的生命经验，然后从这边淬炼出来属于我们台湾社区自己的故事。比多会写出真实的社区故事，许多社区详细做田野调查，如果系搞给到学生的青春有嘅一部分。2014年，万勇先生参加少林村野季过后，一过感通，就开始编写戏文。故所以都以为再见少林要出社区剧场。在小林村呢，就是发生了那个掩埋的悲剧，丧失了他们的挚爱的亲人之后，我带着学生去听他们说故事，然后参加他们的业绩，然后认识这些小林村的这些留下来的这些村人。然后他们真正成为朋友，那学生就告诉我说，原来他们是这样子，都不是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他们是这么坚强勇敢，在度过了那么大的灾难之后，他们还是传承着平埔族的业绩，然后参加业绩，他们多么的感动，在月光下，他们一起跳舞，不管是汉人还是原住民，是大学生还是社区的居民，就是从他们真正的开始，就像我们现在人跟人直接的面对面，然后眼睛看眼睛的直接的交接跟深度的交流的时候，那个人性才开始出现。在梦中，我听见一个遥远的声音。的故事，你没看到吧？伊嘞，你咧去讲互一支山拿，就咧搁挂电话，这你敢跟他拼命吧？我嘛永远徛伫这支山拿等你。咱一定爱甲咱小拿的故事。佮找回来，甲咱的小拿佮走起来。我希望小拿一直是遐尔啊水的所在，希望这款代志莫阁发生啊！萨利。屯戏剧带入社区，唔但唱今日后生人会看到台湾嘅历史，对亚道故事导向，亦能对人生每位韩国有自家嘅看法。安尼亚道取得经验嘅采体故事，每韩会上述下去。最尾向下来看，记得学生嘅头一摆去到水饺沙嘅田野调查，屯文化学会嘅记得职工随来随到嘅演出。小气
小玉啊，别看这片天啊，好美。可惜，哥哥我明天要去南阳出任务，不知道回不回得来呢。好朋友们说，我的云哥哥就在那天上飞。好料，最爱吃的，你回来。我会吃，为了咱们村里的荣耀，为了我们中华民国的荣耀，我会去。我等你回来。小玉，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我会等的。一定要备好大鱼、大肉。好。别拉着我。一般人看剧场咧，重点係演员、工作人员，重点係表现出来嘅結果。不過一擺廿四嘅節目當中，人去看到嘅劇場用啊睇教學，用啊睇博物館，還有用啊睇社區地圖，我形容嘅效果。其實講述到劇場咧，睇安尼嘅應用方，伊嘅重點係領導民眾做乜嘅，屯民眾向下做乜嘅，故所參加嘅人如感覺到，伊嘅重點係歌唱。